继续来看，在拜六下晡的时阵，有一个游客去踅台北市立动物园，不过伊煞是下过动物的围栅，伸手去甲动物讲，而且佫等物件互食。这个过程是让后边的游客翕起来。台北市动物园表示，这款的行为已经违法，嘛已经收集证据甲报案。前一天有一个查甫人软过胃拿，甲因饲甲人了，这两只斑点大狗，动物园观察了后，健康状况正好，再去照常放到展场甲民众见面。对这个游客行为，真侪民众拢感觉真罕。是很夸张，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要做好正确的示范，而且旁边有这么多小孩子在看，非常危险而且你不知道你会不会掉下去啊？国外也有其他人曾经掉进去过的。代志发生迄当阵，园区的监视器因为角度的问题，拄好无法度翕到。不过动物园已经收到热心的民众所提供的相关影像资料，将会进一步整理了备案。动物园讲，现代化动物园拢是采用自然的围篱，互民众会当观察动物的活动。不过围篱会当阻止动物走出来，所袂当防止民众跳工要撞入去。因批评软过围栏的行为是真无文明，涉及到违法，将会依法来追究。这些比较不文明的举动，或者是失去这些常态的人类这些行为，所以这个可能就这是造成这个意外的原因。进入猎狗展示场的这个行为呢，那我们动物园已经决定要备案，然后决定适合的状况的话，也将会提出一些法律的一些诉求。动物园表示，斑点大狗伊的下颌是哺乳动物内面上有力的。加合的力量超过人类的10倍以上，甚至比狮还佫较大。目前初步观察，斑点大狗并无食到这个游客饲因的物件，所以也会继续观察因的行为甲健康是毋是有受到影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